別為小事找狂二第66課，跟着感覺走。呢一個智慧係我由維多利亞末蘭所寫嘅《靈魂的避難所》裏面學識嘅。佢提到我哋經常以為重要嘅事，好似洗碗、打掃屋企、家庭嘅瑣碎事、清理花園、短期目標、電視節目、煮飯、工作或者任何例行公事，都可以喺必要嘅時候延遲一下。但係只有感覺係冇辦法延遲嘅。感覺係當下立即發生嘅。當感覺出現嘅時候，你只有兩種選擇：一，你可以立即面對去處理；二，又或者係置之不理，留低一個可怕嘅後遺症。如果你能夠用愛同關懷嘅心去面對自己嘅感覺，你會喺自己嘅人際關係裏面加入咗愛同溫柔嘅要素，否則你就會榨乾自己，讓自己更加遠離心愛嘅人。咁樣其實係破壞兩個人嘅關係裏面最重要嘅因素嚟㗎，而決定權完全係喺你手嘅。要睇下你係選擇感覺第一定係事情第一。我仲係一個小男孩嘅時候，我嘅爸爸每逢遇到以下嘅事，好似打爛嘢、架車撞凹咗、家具上面刮花咗等等，佢總係會咁講㗎：放鬆啲，任何嘅嘢都可以取代㗎，只有你唔可以。直到我長大成人，我仲好記得呢個童年時代所獲得嘅信息。我好感激佢愛心嘅話語，佢令到我知道我比任何嘅嘢都更為重要。喺我哋屋企，如果有啲乜嘢壞咗或者出問題，我都會盡量保持咁樣嘅態度。雖然我仲有好多地方需要改進，但我已經盡可能咁將家人嘅感覺放喺第一位。我爸爸嘅說話同感覺優先嘅概念係完全相同㗎。通常我哋都係好小心咁維護自己嘅物品㗎，但對於家人，我哋有陣時就會比較容易忘記咗。如果你嘅配偶、小朋友、朋友需要你全神貫注咁陪佢哋嘅時候，無論你手上做緊啲乜嘢，都先應該要放下，及時展現你嘅愛心，咁先至係啱㗎。當你嘅孩子希望講一個故事俾你聽，當你嘅另一半希望同你分享佢一日嘅生活嘅時候，呢啲都係將來珍貴嘅記憶，亦正正係分享、溝通同創造記憶嘅最佳時刻。你嘅草地或者真係好需要清理，但係再可以等一下。世界上好少有嘢可以得到保證㗎，但係而家呢一刻我就敢保證，如果你能夠等1個鐘或者1日之後先去剪啲草，你嘅草地係唔會覺得受到傷害㗎。但如果係你嘅另一半或者你嘅小朋友喺度等待你，我就唔敢保證佢哋會有咩感覺啦。我發現將感覺第一呢一個觀念放喺心入邊係好有幫助㗎。當你能夠咁樣做嘅時候，你唔會再為維繫感情花好多嘅時間，而你嘅草地仍然會係漂漂亮亮嘅。呢個簡單嘅策略能夠將你嘅屋企人帶入充滿愛同分享嘅世界裏面，所以之後時時刻刻都留意一下你嘅屋企人有冇要需要你嘅地方，你會好高興自己識得咁樣做㗎。